台北市的统计发现，讲疫情期间家庭暴力的案件比去年增加，尤其是老人受到苦毒是增加真多。也毋过儿童受到虐待的案件，这2个月却颠倒减少。民间团体是认为，应该是囡仔无去好好上课，无人通帮这个囡仔来发声。3级警戒已经实行个外月，大家拢踮伫厝内，搁再加上因为疫情的经济、情绪压力，家庭暴力有可能较常发生。根据台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的统计，台北市今年1月到6月家暴事件有8604件通报，比去年同期的8264件是增加4%，其中老人保护案件是增加8%。现代妇女基金会表示，因伫今年的5月到6月服务的家暴案件比例嘛增加不少。现代妇女基金会在我们5、6月这边所服务的一个所谓的家暴服务人数也成长了接近30%左右。那大家也看到了，就是当然不止受暴妇女，有一些老人虐待的案件，其实也是在增加当中。家防中心统计，伫今年疫情期间的5月到6月，甲去年的同期比平，儿童的家庭暴力案件颠倒是有减少70案，大概是17%。不过，这敢是代表儿童受暴力的数量有减少？家防中心无安尼想。我觉得这是存疑的，因为孩子，他是未成年的，他没有到学校，他没有外出，也许他被发现受暴的状况也相对的机会是减少的。因为我们过往其实从学校通报或从老师这边通报的案件是蛮多的。针对家庭暴力案件，可能无法度互发现。家防中心表示，希望大家爱较注意身躯边的状况，若常常听到有人伫咧哭，或者是有人伫咧起骹动手，甚至是有囡仔伫热天搁甲长仔穿条条，就要注意伊是毋是有伤，爱来帮咱通报。记者郭北君郑派文台北报道。